经过110年的这个08、09豪雨就发现到这个社区还是有一些积淹水问题的发生，因此我们争取了水利署的应急的一个改善经费总共我们有3040万元，那中央补助了1380万元，我们市府这边呢也自筹了1660万元来新建了一个4CMS 的一个抽水站体。那这个社区呢，过去因为这个地势低洼会有积淹水问题的发生，我想透过这一次的这个抽水站体完成之后，对我们社区的一个改善工程呢，这个淹水的问题可以做大幅的一个提升。较早若是落雨啊，是风台来的时阵，大家拢会烦恼，拢爱出来，下暗拢会困袂去啊，拢爱出来顾甲有当时顾甲足暗，才会当去休困。资源里的里长就是有去申请补助，佮含市政府公所才配合，有改善咱地方的饮水的情形。足感谢里长佮公所，佮市政府的斗相共。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北门区属于沿海低洼地带，强降雨来临时因排水不及而容易淹水。为了改善北门地区淹水问题，台南市政府陆续完成新围、三寮湾等抽水设备更新，以及加强部落排水沿线防护。未来也会持续争取经费，完善三寮湾聚落排水治理工程，让市民生活更安全。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而且北门的所在，咱看讲，这个过去就是三池社区讲伫08、23的时候淹50公分，110年就是2年前8月的时阵，过一遍大雨，但是有一点就淹水的这个范围有缩小，但是嘛是淹水，所以咱阁希望阁加强这个加大治水的力道，所以把这个抽排抽水抽水机的部分，由于1CMS 就是1秒钟可以抽1公吨的水抽掉。现在加大为5CMS，1秒钟可以抽5公吨的水，大家可以看到实际上的操作，那个排水的水位马上就降下来。用这样的方式，第二个加强这个部落这个防护，第三个加强这个水利的这个排水路的这个修护养护，第四个加强排水机组的替旧更新，有些旧的机组已经不好用了已经效率不好了，把它更新为新的机组。伫水路改善主体部落防护的这个部分要做好。第三，机组的改善这部分来加强，咱嘛是一步一步来改善希望讲伫这沿海较低洼的所在，较容易发生水灾的所在会当这个减少这个水灾的发生。你好，是阮今欢收看3月27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为了推展先进网络建设，迈向智慧国家，国科会国家实验研究院伫南科所要设立的国网云端资料中心上午正式探讨，预计2025年完工。期待该建设对南到北属于国家级的闭环线路，会当加强国内网络安全甲效能。伫成大老地的动土仪式过后，位伫南科的国家高速网络云端资料中心预计2025年完工。该建设主要是先进网络基础加数位转型，迈向新的里程碑。对了过去海南网络集中伫北部，国家研究院加台市政府拢表示，为南北平衡迈向一大步。那么过去呢，海缆讯号的交换比较集中在北部的少数交换中心，对于平衡南北网络资源有些不利。那么现在呢，今天这个国网的云端资料中心建置在台南，作为国内网络服务交换、海缆交换的端点，将有利于平衡南北网络资源，同时也有利提升我国宽频的普及率，还有缩小我们的城乡差距。今天借着国网中心、云端资料中心的这个设立，我想不管在硬体
以及在食物上都能够拉近这个南北的距离。我们也看到了这样子的一个云端中心设立之后，会提供800个柜位。今天有非常多业界的各位业者一起来与会，那可见大家对于我们网络的需求以及网络的安全都有非常非常殷切的期待。那作为地方政府，我们除了乐见这个网络中心的设立之外，也期待另外一个新的绿建筑能够成为台湾建筑的典范的一个设立。国网云端资料中心预计投入6亿2000多万，主要成为网络交换中心，提升政府网络传输的效能甲安全，加强由南到北的国家级宽频网络服务等任务。也希望透过三观学研的投入，让人民对网络快速的需求有感。一些以前没有办法提供的服务，因为这样的资料中心设在这里，它能够提供新的服务。好，那这个是民众比较能感觉到的地方。另外一个是一种间接的概念，也就是说，我们成立这个带来一些商机，还有一些业者进驻。好，这个会带来民众的商机，就会让民众会有感这样。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能跟南部的学界引进他们的技术，能够把这些技术落实在南部比较特殊的这个产业的需求上面。中嘉宽频为了配合政府推动先进的网络建设，包括建立水情预防监测系统，疫情期间导入传统市场的人工智慧影像分别的管控，拢甲国网中心有密切合作，期待广嵌网络串联，提供地方更多元的服务。中嘉宽频、三国网跟双子星有线电视，其实常年以来都已经跟国网中心做了非常多项的配合。这一次国网中心沿着台湾的高铁，那建了一条骨干。那他们希望在有线电视方面呢，可以利用我们到家户的这个末端的 last mile 的建制，来帮国网中心做更周全的服务。那中嘉宽频、三国网、双子星也希望可以借着再次的合作机会呢，那可以让我们的台南市变得更加的智慧也更加的资讯化。现代人愈来愈挖科网络，如何提升高速网络的同时，嘛带动科技产业发展，值得期待。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去年8月，台南市长黄伟哲甲苏格兰爱丁堡议长第一视讯见面。24号，议长 Cammy Day 的亲自率团来台南访问，并且交换意向书，除了珍惜双方难得的缘分，嘛期待有进一步的合作交流。爱丁堡市议会议长一家人24号来台湾第一站，就来台南拜会。会中市长黄伟哲甲议长 Cammy Day 除了交换意向书，继续深化两市的合作关系。市区嘛将寄送100套有描写台湾英国早期交流历史的绘本，予爱丁堡囡仔认识台湾台南。特别伫迎接台南400天，期待双方有更较侪互动。我今天呢要讲话，心里面有2种感觉。在台湾，台南是最古老的城市，真的比起包括爱丁堡在内的许多古老的城市来讲，台南市算是相对的年轻的。我想台南跟爱丁堡一样，都有非常丰富多元的一个文化色彩，这一点是我们希望有机会跟爱丁堡多做交流的。在台湾的一个美食之都著名，也是宗教之都。那再次欢迎各位能够来到台湾，更欢迎大家能够在台南多所停留。我相信各位可能还会再造访台湾其他的城市，但是我相信大家会对台南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热烈的欢迎。会长黄伟哲强调，对台湾医疗有重大贡献的马国医生、巴克利牧师等人，拢是来自苏格兰，嘛互双方更加珍惜难得的缘分。台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天气渐渐热络，嘛是焦虑最受欢喜的高峰期。台电台南区为了确保民众用电安全，避免停电，特别加强服务区域的缴收贴图。今年到3月已经贴掉178。为确保供电的稳定，台电必须维持线路的情况。
理解伫个电火条顶面的开关平台来做收的鸟仔，如果有铁线或者是金属品，就可能会引起导电，造成设备的障碍。因此，台电台南区处的人员伫个鸟仔内趁着天气回暖，开始要做收的时阵，就要加强巡视。一旦发现有鸟仔收要成型，就要赶紧来刷毒。我们春天是鸟类筑巢的季节，但是我们台电就是电感很多那个装置物都比较坚固，而且比较高，所以那个鸟类就喜欢筑在我们电杆上，尤其是那个喜鹊它筑的巢又大，但是喜鹊筑巢它用的材料大部分都是为一些小树枝，只是它有一些工地的话，如果旁边有工地的话，它会去捡一些铁线、铁丝上去一起筑巢，所以喜鹊筑巢容易引起我们馈线跳脱。台电台南区处表示，伫个清除鸟仔收进前，会先确认鸟仔收内底是毋是有幼鸟或者是鸟蛋，伫确认无以后，才会来跳毒。如果发现鸟仔收内有鸟蛋或者是雏鸟，台电人员嘛会先将鸟仔收刷到安全的位置，或者是代为照顾，以后才去野放。我们会先确认巢内是否有雏鸟或者是鸟蛋，如果有的话呢，我们会在线路还有杆上的设施呢做掩蔽，然后再移至鸟巢。那鸟巢移完之后呢，我们再做清除的动作。清除完之后呢，就在杆上呢设置驱鸟器，避免鸟类再次在同一个位置筑巢。为了因应鸟类在供电设备上栖息或筑巢而导致供电中断，台电台南区处采取了多种防鸟措施，如装设驱鸟器，避免鸟类靠近；另外还有防鸟踏刺，避免鸟类在供电设备上栖息或筑巢。台南区处积极加强线路防护措施，例如线路加装卡扣式防护线管、更换架空电缆等，防止鸟类对电力设备造成损坏和供电中断。为确保公安，台电人员会评估现场的环境，实施安全的措施，采取暂时的断电或者是掩蔽的方式，才进行清除的作业。而且清除鸟仔收以后，埋伫原来的电火条顶面，来加装驱鸟器或者是防鸟的踏刺等工具，避免鸟仔类再厝来做收。根据台电台南区处的统计，到今年3月，就已经跳除178个鸟仔收。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立委陈天辉为了响应2050年净零碳排目标，同时帮助弱势社会福利团体，特别举办捐发票送树苗活动。为了方便大家来参加，25号上午，联合议员东部伫安南区等5个区域，准备总共约2000丛的树苗，结果无到1点钟，特别换甲空。立委陈天辉表示，随着科技的发展，民众使用载具来签发票的模式哪来哪普遍，连带影响到弱势团体发票得奖的收入。加上这几年因为疫情的关系，弱势团体的募款嘛大受影响，因此透过捐发票来换树苗的活动，希望唤醒更多人对着做公益、保护地球的重视。今天真的是很感谢我们的民众了哈，这个10点不到就排队要领我们的树苗哈。那其实他们更重要的是，他们觉得可以用发票，然后发挥他们一点爱心，然后又可以做到保护环境的这样的一个同步响应的动作，所以大家都很热烈。而且今天早上我们是从永康东区、南区、北区、安南区还有东区这样子整个串联，然后再同步同时间，所以每个地方我们刚刚在群组当中所看到的都是很热烈，所以我们觉得说，其实这种抛砖引玉应该要常做，结合众人的力量，而且现在2050的净零碳排环境的议题是我们现在
很重要的目标，所以我们希望说，在这个重要目标可以做爱心，帮助弱势，爱地球，然后又可以做爱心哈。而且我们也知道说，疫情的关系哈，我们这些弱势的团体其实真的都遇到了募款困难的这个状况哈。所以我也希望透过我们的活动，一起来在这个3月的植树月哈，一起来爱护地球以外，也可以来做爱心哈。虽然25号是补上班的日子，但民众爱地球、照顾弱势的心并无来拍折。乡亲表示，加种树啊，送爱心，个用的保护地球活动相当有意义。真正真有意义啦，哎呀，这环保较好啦，哎。他们做了很多事，然后很多都是，跟我居住的环境都很相关。对。我今天碰到什么树种？罗汉松。有这个，好像听说世代不贫穷，对，很吉利，对，很吉利，可以做爱心、爱地球的，对。2000丛的树苗，包括兰屿罗汉松、象牙木、加小叶刺南丁，拢是容易照顾的树种。除了对着净化空气有帮助，嘛用的责任减碳，为了保护地球来尽一份心。2000丛的树苗分别伫安南区、北区、东区、南区甲永康区5位同齐来对换，伫个短短无到1点钟，就被对换完毕。捐花票，种树苗，一起做爱心。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进前疫情期间，真侪活动拢停办，相当无彩。所以今年立委陈天辉结合民间团体加公营事业单位，邀请抓风车剧团来台南。预计4月4号儿童节暗时7点，特别伫花园夜市演出，欢迎民众踊跃参加。哈哈，大家好，大家好，我是虎克船长啦。哎呦，小飞侠。哦，找你找半天，原来你跑到这个地方来哈，看我厉害，耶！哎呦，好啊，你卖走你，嘿，耶！看我的虎克神功，耶！来，耶！纸风车剧团经典人物虎克船长加小飞侠，2月7号上午现身伫个台南市议会，加幼稚园的小朋友来互动，有着立委陈廷辉。结合北区成功社区发展协会、财团法人陈家照纪念文化基金会、台湾中油公司、加台南市幼儿教育发展协会等单位，将伫个4月4号儿童节的暗时，邀请纸风车剧团伫个花园夜市举办大型的演出。我要邀请我们这个纸风车剧团来到台南来表演，大家说好不好？好不好？我们安排纸风车来到台南来演出，大家说好不好？好。而且这是我们疫情开封之后，大家可以很快乐的度过一个最盛大的儿童节，所以呢，邀请大家4月4号晚上7点。在我们花园夜市，大家都知道花园夜市在哪里吗？知道吧？是台南非常有名的夜市，邀请我们的纸风车来到花园夜市来演出，而且呢，我们的番薯森林奇遇记，听说啊，把所有童话故事里面的所有的偶像，我们所有的偶像都带来喽。所以4月4号儿童节晚上7点，在花园夜市，我们不见不散。所以大家说好不好？好。立委陈廷辉表示，之前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活动拢停办。现在随着疫情的渐渐舒缓，加上儿童节将要来到，即间邀请纸风车剧团演出《番薯森林奇遇记》。将小朋友上喜意的童话经典人物，拢请来台南，相信纸风车剧团充满想象加创意的戏剧演出，会用个造予小朋友一个欢乐的儿童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为甲陈天辉画作清流，除了是伊的传家之宝，嘛是文化部所指定的重要古物。伫这美术节，加上决定将这幅画作捐予台南市美术馆。加上美术节当天，嘛是伊过生的日子，更加有意义。
一流南美请接话。这把清流是陈廷波伫1929年完成的画作，以中国大陆杭州西湖十景当中的断桥参雪为题，是陈廷波到大陆旅行写生的重要成果。这把画也是陈廷波上喜意的画作，为书内面也搁特别交代厝内人爱好好保存这把画。艺术品最佳以及最终的归宿，那不外乎美术馆。那从今天开始，我们会逐步的把所有陈澄波的作品文物全部捐给美术馆。这个不是一个馆藏而已，这是一个工作，这是一个责任。我们将会担负起这个责任。也谢谢陈董事长以及陈澄波大师家族的一个支持。文化部日前将画家陈廷波的画作《清流》指定为重要古物，伫美术节当天，家属决定把画作捐赠给台南市美术馆。那我想，我们想要趁这个机会，也对家属致上最高的敬意。他没有流入商业的市场，但是是为全体国人台湾的精神的代表所拥有。台南市美术馆除了感谢陈廷波基金会将这把国家级重要古物画作捐献给南美馆，并表示会将作品永续保存，伫台南以上水的姿态做呈现。台南新闻杨顺怀采访报道。台南第一连锁店因为疫情停办3天的春酒晚会，26号试开120桌，除了准备超过8万的摸彩奖金加礼品来慰劳辛苦的员工，更邀请真侪大咖的艺人来演唱，热烈的气氛就亲像演唱会同款。受到疫情影响，停办3天的茶之魔手春酒活动，伫疫情趋缓后，今年决定恢复举办。这个好消息也让真侪员工非常的欢喜，因为每一次公司的春酒拢有丰富的摸彩，而且还有美味的料理通好品尝，这让每一位员工拢感觉到伫魔手工课真幸福。创办人王宪明为了让员工会当好好放松，享受这场春酒，特别动金聘请这位大咖艺人到场表演，炒热现场气氛。疫情时代已经超过3年没有办我们的春酒，然后这个疫情的时代大家过得真的也有一种闷，所以员工就大家也一直建议说，我们已经3年没有办春酒了，要办春酒鼓励一下大家的士气这样子。所以今天有没有特别说准备什么样的一个内容，让大家能够感受这种鼓励的？有那个请一些比较他们员工投票，他们想看的一些表演跟明星这样子然后跟奉上那100万元的奖金，让他们抽奖这样子。来表演的歌手有 Boxing 乐团、卓一峰、高尔宣、叮当、安心雅，另外市长黄伟哲、立委陈廷辉、市员蔡立青、许志春、林冠维，以及真侪社会贤达也拢到场同乐。长久以来，王董所经营的企业，一方面具有社会责任，一方面热心社会公益，另外一方面对同仁都是最强的一个支柱。那也再次感谢我们所有企业的同仁，大家辛苦了1年，能够在来年，在今年有更好的发挥。王宪明表示，前几冬在新冠疫情甲乌俄战争所造成的通货膨胀影响之下，收益虽然不如以往，但大家犹原努力经营，充分展现出南部人不服输的个性。你今年产业前景虽然也未定，但公司早已开始布局魔手专心2.0门市，就由透过结合科技，能力嘛会当更加有效运用，会当让收益有效提升，并相信透过这场春酒，大家会当更加齐心努力，继续打拼，为2023年拼出好成绩，回归往日的荣景。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收看3月27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